2026年丙午年嘅，講下屬豬嘅生肖運程啦。丙午年屬豬嘅朋友咧，今年你嘅性格咧就係仁慈嘅，心地善良，表面咧就容易咧信人，內心咧就係剛強。舊年咧係沖太歲嘅流年，係多變動嘅一年。今年咧係有吉星拱照，係有玉堂、月德星，會到嘅吉星咧就比較多嘅。今年咧可以咧就係講係如意吉祥嘅流年，喺職場上嘅工作咧可以講話係如魚得水，得到上司老闆嘅欣賞。出外發展嘅話，多一份嘅薪金，貴人咧亦都係可以令到你相得益彰。可以講話今年咧金玉滿堂嘅流年。財運呢方面咧，錢財咧就係揾得多嘅，但係咧有啲豪氣，揾得嚟又使得去，唔識得儲錢。呢一點咧要注意下啦。感情呢方面咧，拍緊拖嘅不妨考慮下結婚生 BB。讀書嘅同學們咧，真係要認真讀書啦，唔好荒廢學業。空星咧又小耗結煞死符星，今年咧小心捲入是非官非之中，同時咧盡量咧唔好帶太多嘅金銀珠寶出街啦，避免賊人咧對你虎視眈眈。喺呢方面咧就要留意下啦，注意身體嘅健康，容易咧就會破財，要買啲歡喜嘅飾物俾自己同埋家人，破下歡喜財。同時咧增加家庭嘅歡樂。化解嘅方法咧可以佩戴兔同埋羊嘅飾物，增加你嘅運氣啦。